有一对男女朋友昨昏去高雄茶山行搭，因为暗内拄着大楼蛇掉伫大石的，加在顺利有甲这两个人救起来。专家提醒，茶山的路线较复杂，若要去，就要查好清楚，确保安全。穿黄色雨衫这查某囡仔伫搜救人员线领下总行煞呀。一对爱囡仔车衫到高雄茶山海岸的阿人以内散步健行，暗头因为天色真暗，也有海中，掉伫遐，消防甲民间的搜救团体进来救人。一名男性及一名女性意识均清楚，女性左小腿轻微擦伤，现场立即架设绳索拖拉系统，协助2位民众脱困后自行就医。这查某囡仔无顺利落海，互救起来了后，赶到庇护所，加在2个人拢平安救起来。茶山受山因为瓦群市区，无论平常时也是假日，拢有民众来这健行散步。也过有民众忽视当地地形，也造成这意外不时的发生。木栈道它一定是比较安全的，你再怎么走，你都可以回去到原点。柴山这边，它目前有一些地区是属于安全管制。对啊，那它也比较没有所谓的人工木栈道，对啊，那如果说要去这样子的环境，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除了避免家己一个人去，也是偏离原有步道，专家也提醒必须注意鞋这装备是不是适合，并且三拐啊。另外，茶山阿人伊是当地海岸线古道，相关位山河大的地貌，唔那悬低落差大，也可能有落石。民众若行这所在，爱更加细腻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